咱以数第一站到第三站，好来预备。来兄弟。 第六站，咱直接来念歌词好啊。第四站，大家做伙，对比来看，对面天日，亲像过了一年，光阴飞过，实在真短，100年久就过。好，第五站，光阴飞过，亲像大水，一浸就去流去。 光阴富贵，咱的地方实在拢是好上尾一站。上帝做阮代代同在，好做将来希望。拄着艰苦由你照顾，做阮永远能靠好。咱第二首是141首。
请把手机啊关机，就是关心，咱用安静的心来敬拜。你的公义甲你的拯救算袂了，我的嘴通面要讲起，咱请会众起立，咱来吟信息。对，是首。对。上帝啊，伫咧西安有人无落天参考你。
踮伫你的面内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会福气，提出伫倒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的好啊，伊的水暖暖。你要管参与，满意到想白你的灵。你用你的稳定做年间的理由。你伫个旷野的草坡，草坡用油粉做衫来穿，山谷用马布做碗来烫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阮今日再次聚会伫你的面前，心中充满感恩，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机会一同敬拜，无论面对欢喜定困难，阮拢会当伫你的爱当中找着平安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智慧，互阮在座每一个聚会真正体会着你的同在，愿阮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事，拢会当荣耀你的名。求你引带即届聚会，互每一位参与的人拢会当感受到你的恩典甲祝福。阮特别为着遐些靠病的人来祈祷，希望伊会当感受到你的爱、甲安慰、甲因同在。求你赐下因力量，下因伫逆境中依然坚持并找着出路。主啊，阮嘛为着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祝福，愿你的祝福临着因的性命，互阮的信仰路上共同成长。做伙见证你的奇妙作为，阮的祈祷嘛不足的所在，阮即摆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愿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一正伫地面亲像天里，阮的事行的过来，下的我的服务，亲像我的下的服务，无你所的日子，就叫我欢迎你的快乐，就欢迎你拢是所。兄弟啊，我无掠家己做，已经得到做到专务一项，就是为记你后面的事，第一头前的事，按所查的表来行，得到上帝对耶稣基督耶稣伫顶面调咱的手。马太书第2章第10节，我捌甲基督同顶是一个，我养父对我不是。永远的我，就是基督踮伫我的我，甲我今日的肉体所的我，是踮伫咧信上帝的囝来我，伊捌疼我，替我献家己，咱即摆，请来献诗。
今仔家己真诶平安。1996年，伫美国有一个体操的选手叫做 Kerry Strug。伫当阵伫奥运的时候，一直其中的一项比赛中间做一项真严重的错误，以致他在跳完之后落地的时候明显的受伤，连走路都有困难。不过，对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来看，虽然上一次的失败对他造成的阴影是非常大的，但最后他依然冒险最后一跳。就是说，在强忍着那个痛去跳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翻完之后完美的落地，为美国夺下了金牌。这个影片今仔日透早嘛重新看一摆，足感动。顶一摆受伤，顶一摆失败，毋过迄个雪无为着顶摆的失败来放弃，来表现得不好。最后，他被认为这个是奥运史上让人最难忘的一幕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已经替每一个人准备好一个金牌的故事，只要照伊的方法，只要照时间去做，你一定会得胜。特别来说记载，咱的生命亲像这场比赛同款。圣经讲有遐尼济的见证人，亲像云，甲咱包围着。意思是讲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上帝已经替咱准备好真济金牌的、得胜的、冠军的见证人，伫咱的身边，甲咱包围。所以，当咱伫面对生命的比赛的时，遮个金牌的人、冠军的人，拢得替咱伫加油，伫听候咱踮伫基督内面得胜，了后准备好注定来欢呼欢喜快乐。家己姊妹总是要得胜，要得到金牌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。这个关键就是迄条过去，扔掉哦，台语是不是扔掉、迄条，放弃、丢掉以前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今仔日真侪人无法度得胜。这原因是因为因注目伫过去的日子，规工拢在讲过去的失败，纪念以前所受的伤害，所以心内就充满各种的怨恨甲苦毒，受困伫失败的经验内底。亲像一个关伫家内底的人同款，完全无自由。即款的人，伊看无明仔日的愿望，因敢若看到过去的各种的伤害尔尔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因为过去的失败。互因感觉家己今仔日无可能得胜。即款的人可能有一寡真悲伤、真可怜的故事伫背后，
你可能日日想讲啊，我是一个孤儿啊，我失败，我的婚姻无幸福，我有逐项的镜头。假使你想要我靠上帝经验得胜的日子，即嘛，今仔日一定爱放下你以前过去一切的代志，袂记你后面的事。如果你想要看到上帝伫你的婚姻的中间最新的事，你一定爱袂记你过去一切的无爽快，一切的痛苦。假使你想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你需要离开一切对健康有影响的歹的行为、饮食的习惯。如果你想要欢喜快乐，你需要将一切挂入忧伤交互上帝。如果你想要进入新的阶段，咱内心爱准备好势，下面莫过乎怨人。那有读圣经的人，一定拢实在一个人叫做保罗。咱常常有一种感觉，讲保罗真厉害，真伟大。不过，咱看到保罗的成功的以前，保罗家己必须爱赢过侪的困难。既然保罗想要停留伫过往的日子，伊就无法度完成上帝所交托伊的使命。咱拢知影，保罗伫拄着耶稣以前，伊食的头路就是迫害教会。保罗伊本身是一个法利赛派的热心的分子，伊所属的单位想要杀害耶稣。后来，因为司提反的辩论，拢是要宣告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来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。犹太教的律法的制度已经无效了，对保罗这款人来讲，实在是挡袂牢，实在是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根据犹太教的观念，弥赛亚的目的。是要复兴以色列国。伫弥赛亚还未来以前，一切阻挡的关系，拢爱甲伊消灭。所以伫保罗眼中，教会就是阻挡弥赛亚来临的对象。因为安尼，保罗真大热心去迫害教会，去消灭一切反对的力量。伊想讲，安尼做，弥赛亚的国度才会当实现，以色列国才通有机会得到复兴。再来，犹太教的传统，伊的想法，安尼做是无啥物问题。伫旧约内底，以色列人伫西奈山伫拜金的牛仔的时，受害的人有3000。伫以利亚伫家己山顶抬着450个假的先知，一切拢无算讲歹代志。所以伫保罗的观念内底，耶稣无可能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假的，是来乱的。所以保罗真讨厌教会，想尽办法要互伊死啊！保罗上主要的人生的目的，就是迫害教会，然后抓基督徒去关。使徒行传记载，司提反
互人摕石头是要钉死的时，迄当阵保罗伫边仔咧看，甚至替迄个帮忙替迄个遐的人看伊的外衫。当然，咱嘛知影后来保罗得到耶稣的拯救，诚做新创造的人，总是这毋是想象中遐尔啊简单。因为保罗悔改行无偌久，伊就发现耶稣的门徒根本就无爱插伊啊，无甲伊接纳。犹原伫怀疑即个歹人即摆改信耶稣是真诶还是假诶？耶稣诶门徒无要甲伊插，迄当阵独巴拿巴愿意带伊来上群其他诶使徒，将伊伫路中载游看见主诶故事，以及耶稣甲伊讲诶话诶内容，讲互大家来听。咱要注意的就是，对保罗来讲，改信耶稣，热心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并是真正好康的代志。一切拢无想象中遐尔啊简单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拄着极大的困难。首先，当伊向众人传讲上帝国的道理的时，群众无一定要接受伊，甚至看轻伊。过来，圣经记载，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受领去关、受拍，甚至互人拍到看起来已经翘起，互人拖出城外，差一点仔就死。逐种无好的经验，逐种无顺遂的经验，可能会互保罗感觉无法度继续行，无法度重新过来。咱想看卖，正常一般的人来看，伊心内可能伫想讲：哎，传福音无遐尔啊简单啊，所以安怎，别人传得好啊。哎，我这款的人无可能互上帝来使用啊，找别人就好啊。我过去有遐尔严重的过失，我迫害教会、掠信耶稣的人去关，我死就好啊。无人甲伊接纳，无人要相信我，连门徒嘛无要插我，歹做就好啊。伊心内可能有逐种的问号，我即款型的人一定拢无人介意，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你。有一本册真有趣味，伊的书名叫做《何必讨好》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保罗面对迄个迫害、面对反对伊的声音的时，一般的人来讲，伊会调整家己，主动表示亲切的态度，要讨好别人，改变这个困境。不过，保罗圣经记载，保罗无特别去讨别人的欢喜，伊真坚定的继续去做上帝交托予伊的事。好佳在，保罗无挂虑别人的看法，无计较传福音所拄着的窒碍，伊无去注意反对的声音，伊干来去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尔。不过，一个进程，伊必须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忘记后面的事 ，forgetting what lies behind and straining forward to what lies ahead。忘记你后面的事，
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。伊真了解一项代志，伊家己需要做这个决定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。袂记伫后面的事，诚做伊人生的目标，这嘛是第一要紧的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想看卖，说使咱嘛种袂记伫后面的事，即嘛诚做咱人生的目标。对今仔日开始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咱的生命有出现什么款的变化？只有咱若决意无要活伫过去，上帝才会当替你做新的事。咱会当了解，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难免有一寡受伤的经验。有的人童年的时候可能受性侵害。有的人受暴力的对待，有的人受父母的气杀，有的人受霸凌，长大以后互人欺骗，受凌辱，拄着陷害，可能大家拢有。这个一切受伤的经验，需要真长的时间才会当处理好势。对受害者来讲，原谅绝对是真困难，赦免根本就无可能。总是上帝的心毋望咱伫受伤的经验的中间得到讨办。人若无愿意赦免，人若决意有缘活伫过去受伤的经验。对伊本身来讲，拢无利益，苦毒，亲像一粒大的石头放伫头前，互咱无法度往前行。咱着直直去想过去受伤的经验，一直去注意受伤的所在，咱就无法度想归上帝。咱若掠紧紧过往的伤害，咱就会失去上帝今仔日的祝福。当咱愿意赦免，咱就会当放互上帝去处理。假使咱心内有一寡对敌，真歹原谅、真歹赦免的，兄弟姊妹，会当互即款无好的经验交互上帝，互上帝去处理伤害你的人。互上帝有机会处理咱心内的受伤。你敢知影上帝安怎去处理咱本身的过性？大家拢有犯错，大家拢共款，大家拢犯罪，大家拢有。咱若犯罪的时阵，过去一切错误，到底上帝安怎看？上帝将咱一切的错误写落来点是，上帝将一切你做唔对的代志记伫心内，是毋是？毋是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用袂记哩的方法去处理咱一切的过失。希伯来书第8章有记载，因为我要赦免伊的不义，无搁纪念伊的罪恶。上帝无搁纪念伊的罪恶，伊要赦免伊一切的罪。赦免是一份免费的礼物，只有咱愿意，咱随时会当去领这份的礼物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袂记哩的事，咱嘛毋免搁讲起啦。兄弟姊妹，咱爱了解，咱无完全，无论咱汉尔努力，咱有缘会出差错，咱拢会有机会犯错，
犯错是生命中其中的一个部分，咱若要重新开始，咱的态度是真重要。这无代表咱无需要负责任，无代表一切代志拢会当学白来。不过，咱若无相信未来有新更好的事发生，咱就无法度看见上帝对你未来的计划。咱青少年去食暗饭的时，有这个辅导看见迄个店里面有一个图画，图画有几个字叫做“我要财富自由”。辅导看到这个基金有疑问，就问青少年：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为什么会这样说？财富自由是什么 ？Financial independence 是指那个工作不是为了金钱，钱完全够用的状态的意思。简单来讲，当你的钱收入可以平衡，甚至超过你的支出的时候，就可以退休的意思。所以辅导你们青少年，整个世界的人有这样看，有一个青少年就这样回答他说：“我先回答了，我说，因为想要财富自由的人，我感觉是因为贫穷。”是因为内底丧穷、冷降，所以有个青少年就回答这个辅导说，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注意、一直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的已经可以满足了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合理的善用我们的资源，所以我们永远都觉得不够。他说这个字是一个20岁不到的青少年脑袋里面的想法，想要财富自由，甚至从这个人口中说出“我要退休了”，我感觉很悲哀。兄弟姊妹，莫搁直直甲人讲，我真惨，我真可怜，我互人骗，我无头路，我无钱。莫搁安尼讲，这毋是圣经对你的看法。圣经讲，你伫耶稣基督内面真做上帝的义。你到底信仰是信啥物？你信的是，哇，我真可怜，我逐项拢无，我嫁这款的翁，我娶这款的某，我无钱无够。也是我相信我。上帝予无罪的基督为着我的缘故，真做有罪，予我通靠耶稣来请罪。到底活到今仔日，我相信的是过去我犯的过失所得到的见效，也是我看到家己伫基督内面领受荣耀的身份。莫搁注意过去的失败，莫搁食饱闲闲直直直违背，莫搁提出无聊的问题。所有基督徒站起来，去解决你心内的问题。世界上有侪个人真爱缅怀过去，缅怀过去是包括我现在的老也会缅怀过去。这款的想法就是，你笑量过去的成功，我靠过去的经验去面对新的挑战。过去伊可能真成功，所以当伊面对新的挑战的时，伊就用顶礼拜的、顶个月的、旧年的、旧的方式，就抓住讲这一定会得胜。伊无要追求上帝。干那靠家己的经验，伫这个新的一天，上帝想要成就什么奇妙的事，伊拢
无想要知影，顶倒边，伊搁重新一摆使用顶一摆的方法去面对现在的困难。过去的日子，将规个人拢拔起来。咱可能嘛是有即款的困难，无论过去受伤也好，无论过去成功也好，我这个人拢拔掉这条条啊，写的什么2005，1998，我逐工拢活伫1998，逐工拢活伫2005，但是什么？上帝毋望咱每一日会当领受新的恩典去出发，留伫过去的成功，甲直直咧看过去的失败，两项拢真危险。咱若将注意力放伫过去，照安尼去做，毋是想要问讲现在我要安怎去做，安尼就无法度经验新的事，无法度得到上帝替你准备好甲水的祝福。家己即个大卫王，逐摆的征战的困难拢是新的。撒母耳记5章有记载，上帝指示大卫讲：你莫去做其他的有诶无诶，你直接去攻击非利士人就好。大卫听到上帝的命令了后，伊马上顺服。圣经记载，以色列人大得胜。不过，伫下面几十个经节内底记载，当以色列人搁一摆拄着非利士人，爱对非利士人征战的时，大卫伊无掠讲用旧的方法就一定成功。伊圣经记载，伊搁一摆追求上帝，上帝甲伊讲，莫用用顶届的策略啊，我互你新的方法。结果大卫搁一摆得胜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上帝毋望大家会当倚靠伊领受新的困难、新的战略。如果你感觉失败，因为你的婚姻、家庭、财务、事业、工作、服侍，感觉旧的方法无效，安尼大卫会当诚做咱的模样，咱会当学习大卫，恳求上帝，互你一个新的计划、新的眼光、新的感动，对过去成功的经验得到快乐真好。总是上帝搁较毋望你继续倚靠伊，相信伊替你做新的事。虽望伊指示咱照顶一摆的方法去行，不过咱犹原会当领受新的恩膏。当咱每一摆伫做决定的时，做每一件代志的时，就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新的困难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用伊的命令，甲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讲：恁着去，调万百姓做学生，甲因行说礼，互因背一遍献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就假使恁遵守，佮我直直甲恁伫着到世间的末尾。为着安尼，咱就用各种的方法去完成上帝的命令，目的就是调万百姓来做学生。今年教会继续推动天国小组，伫3月份要开始。感谢上帝，伫今年
教会开始成立牧养组了后，大家伫做伙伫努力，即马逐小组已经团结，愈来愈合一，开始慢慢领受共同的使命，共款的脚步，平均的速度在往前行。今年上半年，咱拢总有5组的幸福小组来传福音，包括新加入的种子小组、提摩太小组、中年跟松树的合作会的小组、葡萄树小组，以及芥菜种小组。真感谢主，伫教会内底有5个小组一个团体内底合作会来合作，做伙来继续领受上帝的使命。虽然上帝继续用这个方法，不过咱会当伫上帝面前领受新的贵人跟新的恩膏。昨天我们在种子小组讨论大学生怎么做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是超过我本来所想象的。本来我俩讲我来带，然后其他学生就在旁边这样。我怕什么？我们讨论的时候发现，我们的学生很多就预备好，他已经站起来承担责任。有很多的想法是超过我这个老破破的人想到的，他们都是用年轻人的方法去想、去计划，亲像大家同款，当搁一摆去面对真正的时，咱有愿继续倚靠上帝，来领受新的方法、新的规律、新的眼光、跟新的恩膏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完全袂记着后面的事，注意头前的事。互你帮助，每一个人会当袂记着以前受伤的经验，嘛同款袂记着以前的成功。互阮会当每一日会当一直继续来倚靠上帝来得胜。我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即摆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咱来用信息第141首，耶稣做咱的牧者，请会众起立。
民俗的奉献，咱嘛请家己来看。本会会消息下晡1点召开小会，相关的人工请预备生参加。第一点，113年度奖学金申请已经开始了，要申请的人请至办公室领取申请表格。第三点，本会因牧师今日前往罗州教会主持学会，请关心来到。第5点，恭喜朱瑞君弟兄及陈慧珍传道，他定于3月8号星期六在巴黎长老教会举行结婚婚礼，愿神祝福。第6点，本日的主日学国中部有调整的时间是9点半开始到10点10分，他们的课程是敬拜的时间是诗歌、信息以及奉献跟祷告。10点10分至11点是主日学，11点10分至12点半就鼓励国中生跟高中生一起来参加华语礼拜。幼儿组的我们有更正，9点半开始，它是有分成体适能，要参加的小朋友的家长请至那个志颖老师、志颖校长来报名。第7点，社区传道组的，我们邀请到陈公之姐妹，她开办了成人的社比初学班，我们是针对慕道友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干事玉英姐来报名。第8点，我们鼓励教会的夫妻参加夫妻营。它的时间是定于8月15号至8月17号，它是3天2夜，它地点在福隆饭店，邀请兄弟姐妹的夫妻有有想参加的新的，我们可以来向育婴干事来报名。教改消息，北区中区属路副干部定于3月7日拜5早起10点，伫个大稻埕教会举办世界公道礼拜，
邀请兄弟姊妹，若要参加的，向周倩茹姐妹来报名。关怀代祷蔡瑞娜姐妹的父亲蔡龙达弟兄肝癌开刀，请为他们代祷。在家调养的兄姐红菜橘子、刘金龙、谢惠美、何云、马来金、林学仁、于觉仁、曾文德、林宁、杨淑珠、郑明祥、林明、李珠、徐建平，这是在家调养的兄弟姐妹，我们请为主降下医治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，也为了洪本展弟兄的母亲来祷告，他住院。第4点，我们为了教会1楼跟3楼的整件的维修，我们来请各位兄弟姐妹来代祷以及奉献。以下奉献的报告，跟月奉跟感恩奉献，其他的奉献如果有不正确的，我们请跟会计更正。本周的金句，我捌甲基督同定是伫地，我永远搁在我，永远是我，就是基督踮伫我的外，甲我今日肉体所有的我，是踮是上帝的囝来我，伊捌听我，替我献上伊。请会众起立，咱来因上帝524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性情的感动，和恁众人三个弟弟，对即时到应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美丽长老长传神父因为美丽姐跟着。美丽姐有那个喜饼，请大家适合到后面那边，结束以后到后面。